karma bhajano karma bhajano karma bhajano
근데 좀 저거 상게 좀 된대기 다 덴바시 추억이 홀로 거기 내 개발지 다 차선로 리다이나 어디 다第一年的学呗我这边的做了6年看第哪里啊先算呗给我新年全给来都参了没有呢俺家不成个人晓得俺这些都家不起早先别了不起俺这那些看看不乐趣俺给你吧那是超大的配备就是这个咱们来他妈罗萨贝的甚至这是的需要的那么那个咱们公园这面团的这里的配备的马上我们脱线了个人些市场需要今天呢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也就是讲说苦集灭道四圣地的这样一个圣地，也就是鹿野苑。在这里的这一座智慧金刚佛教大学当中，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我们齐聚在一起。这当中有殊胜的善知识们，例如创古仁波切、卓谦本乐仁波切，还有在座的堪布，还有老师们。还有许多的僧众与所有的在家的大众们，首先呢，在这样一个难得的藏历的新年，跟大家问一声新年好。同时呢，也要再次感谢大家这么辛苦的远道而来，感恩大家，谢谢你们。他这里搞的。继续是我们的，对吧？几个人记了吧？他继续是啥呢？他喊他推落日里啊，推些问题啥呢？推些问题，俺他推些日里啊，送去下就那这，我们这些都说不来。俺这里就啥呢？俺这里。继续下不听他不应着，俺这里就他继续的还是的，他可是我们那前些年玩的是俩，俺这就是俺他罗萨格里啊主要的，俺第一个里玩的是前年我们都是他就切了，俺这里就他。继续下去，他继续的难得路的，俺刚上去了多这里啊，俺300团呢，没上不看着，去土面山路的，这是什么了呗？他继续路的，这里就去了多就继续多上，俺这里的当然地到了这些我这个路吧他。俺这里的，你们西马的呗？那你们西人的这下去，但我是的，别不听他说的，俺这就搞啥 ，webcast 的举起呢，这边相当里啊，singing，
최저 남았어. 이비냐 안 상으로이냐 되는지. 섬지 샤이나 안 상으로려다. 타니진이야 마대바. 안 상으로 내야 지 가서 소소티의 예상을 제제는 마 간시하데 마 쇼이.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的春季的课程，之前也有计划说一年四季每一季呢都会举办一次课程，这一次大概是我们春季课程的第一次吧。之前的计划就是因为刚好藏历过年的时候，我会来到 Varanasi 这个智慧金刚大学过年，所以很多人就建议说，那就在这里举办春季课程，不是很好吗？所以就会有这一次的在这里的课程了。那这次要讲说的主题内容呢，相信大家也看到，都公告在外面，都贴上去了，也就是如何以利他之心，或者以一个善心而成为一个好人这样的一个主题。总共这次课程有4天的时间，所以在这4天当中，那不仅是前来参加在座的各位法友之外，还有很多透过网络的东西方的世界各地的法友们，都在参加这一次课程，所以我在这里也要问候所有大家，没有远近的差别，我都把大家想着说，我们都在一起，大家都在我的身边。那在这一次课程几天当中，我会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다들 다들这去餐厅的下面大的呀个去七八部餐厅，俺就去年八部餐厅，就过了吧的，大爷呢，这个阳挺上个推水的呀，这个餐厅，这边去餐厅，我妈能行就告诉他这具备水哈蛮年不少，他的那个他把我们那边，那吃些蛮年不这些那边节吃些呢，这嘛拉姆露水了这些下的，然后第三这边就做的要的，这里就是呢。다 딩상 루스 체빈 데즈 가서에 지 남규 람 루스 데 메인 비치 도스 가서에 지 람 루스 비 야테는 데세 안티비지 가서 다지 맞지 고양으로 지체지 시야로 데 용리도 지 삼성 근데 이제 뒤균선 때는 다 바지지 디지 카닥스를 제지 excuse 제스를 제 뉴스한 다 바지 제 제바바고 센데 이렇게 야마래 다 바지 매니저가 여자 제 년바보에다 센데 존을 잡데 뭐는 다 매니저가 여자 다 있어 주주를 바지 다 간다지科技 시에송 지게 다차고로 시에송 야나지 간다 科技 가수에 구주엘라 메나로 지시에서 상하로 다 간다지 담시에 되는 거 삼성 늘 참도와 근데 근데 간다라야 다 가려 있는 저것도 다 간다지 다 고란지 최 신인데 뭐 최세야 돼 초진에 지 내나 버려도 초진에 칼라하비브레 다고 최된데지 규다 이제 가서야지 다 규계신 산한다도 지 담바 고만의 수로를 준비 최신의 데마 다 된데지 통다 발송도 개와지 들면 중위네 다 준비 정 아주 냠도한데 좀제 애는 최저기 가서에 삼바르 시키신 좀 어디 뉴스안에 아주 편수인지 쉬어도록 준비 삼자시에자
주도시하러 어디지 마도 데레 라버를 주 안지 나랑게 또 통민도 안들이 다 상에 돈이야다 데레 장랑게 데레 삼다지 시기 아니 지난 중에는 다나 시네 당에 이제 삼자 마시에 뉴스나 삼자 가시 집에 야 김제 예버들이 이기래 아 다는 편도 예버들이 안 가시 안지 김제 예네 지소설 편도 매버들이 도와 안들이 뉴스안에 나 되게 되지 김제 예다매 편도 예매사데 소소스 공부시제 남주가 봐 제네 당시에 당네 아니 랑도르마나와 나로나 샤이 所以讲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叫开示或者一个说法来讲，那通常说真正是要一个具德的或者说一种标准的讲课说法呢，各方面都应该要具德。譬如说上师是要一位具德的上师，弟子来讲也都是要一个具德的弟子哦。那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似乎还是和以前，所谓以前就是过去，你看到这些传承的祖师们，他们在讲说这些殊胜的教法，当年的那样一个时代哦，跟过去这样比起来，现在来讲真的更加的开放了，无论是说法的方式也好，内容上也好，似乎都更加开放了。所以我想呢，或许这是个借口吧。那就是因为现在情况不同了，比较开放了，所以呢，可能说法者也不一定是要那样的具德那样的标准，那弟子也不见得要像是过去那样子具德的弟子了。所以大家这样前来听闻也是可以的。总之，现在许多的这些讲课听法呢，都会变成是我们来听了某个人讲课，那他说了某些内容，他讲的还不错，或者一种说法说，他讲的有些还可以，但有些不怎么样，等等，就是已经变成是这样一种茶余饭后的一种话题了。但无论如何，的确，我们说要讲授佛法这件事情，从某方面来讲，它似乎蛮容易，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它也真的并不容易的。因为像过去的祖师们这样来讲法的时候，譬如说他的发心、他的行持，包括前、中、后，都需要是善的，就整个过程都需要是善的，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具德的一些条件啊。但就算，比方说，就算我们现在没有具备这么多具德的标准的情况，但是想一想，看到各位，我们光只是这样聚在一起。尤其大家都带着这样一面为了法求法的心而来，那王觉得他自己就是尽力的和大家来分享。他说没有比这样子可能没有比这样子更好的一个情况了，更好的一件事了。所以这是仿他自己心中所想的。在讲说佛法的内容的时候，可能有的内容是有些道理的。那有的人会想说，这也蛮有用的。但有一种情况是，内容蛮有道理，但就听起来很好听，很有道理，但对自己没什么用了。那无论如何，在这几天课程当中，希望各位是带着一个理智的心，一个智慧，然后来做判断，看什么是你觉得是正确的，那你就把它接受起来，并且用于自己的修持。哎呀，你就为了马什么病了嘛？到底吵的，俺差不多这么多的呢。我那是吵的，俺过面上干了很多的，看了你就，他当时当那个说的，他看这是看，都是看的这么大，哦呀。
다 그래서 삼삼백원에 미상부 제사기 미상부는 차 특히 제사디 다디 조진데 샤 레라브 진조바 아디 다 조진이 시유 레라브 치 다이네 원수 라렌 다가 르산네 다 깔아 하고 인조 다 진인조다 나랑게 라렌 하고 샤다 도민도 제사 대지 라렌 다다 데르 다오르 시야 고변 등게 고변 등 스키민도 다이미리 초조를 지는데 지 가르쳐 다지 어제 지 재난 데르 제고 요사라 섬섬지 네 미쟁게 시라민도 마도 챙게 시라민도 마도다 재난 데르 제고서를 사로 들이지 그 개외가래 아니 지조 개배 송래 안 소소히 냠냠도 봐 윤주산에 다지 지주리지 예배서 그시다 제마지 사도 저 소소 나와 예배서 지那么这一次的内容就是说，如何以一个具备利他的心，然后成为一个善人哦，一个好的人。这有时候想想讲起来好像蛮容易的，但是真的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起来挺容易，但是要做到真的不容易。那有时候想想自己也不见得真正做得到哦，所以也没有这种太大的勇气告诉大家你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呢，真正如果其实你想要做，你有心要成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他是有方法的，真的只是在于我们做不做而已。所以这一次，说过去佛陀的佛经当中也好，过去的这些祖师智者们的开示也好，都在谈论这样一个内容。所以这一次，方说也加上他自己的一点点的经验，结合佛经当中祖师的这些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如何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一些方法。所以重点是方法都有，只是在于我们自己做不做而已。다들 지금 미상부 차사디 다들 ჩვენ 지된 강에서는 시설을 짐자 다들 나머사기에 계시 지고 밈자 그래서 너를 지 가셔야 다지 에시야 기타 증내에서 말해 그 증내에서는 다들 우리 용기 님부르지 면도성도 가래사랑 원이야 지 땅만 되면 지 가갈 처음이네 이제 다시 별 처음이네 간다야 얘네야 간다지 소소지 미상으로 지미 장부차샤 엔 덴버딘도 미 라게 여봐 다 딘데지 차가 쉽게 좀 했어 다 딘데 주사는 얘네야지 미상부 차기 네 가지고 돌려야지 롭수게하다 랍시게하다 계속 쉽지들이었죠 근데 미지 상부차 디 롭수 갈아간 좀 겨서 제리야 아니 신에 지 징내라서 시자 신다자 고조 조보 마도베 얘네 그럼 미 가지고지 노르년 바지 마차 코네 아니 콜이야 윤델랍잖아 아니 고지 디 가지고다 초진디 윤델라바디 지단 윤데 시윤라바디 쉽지 개침 버려야돼 이내 딘제 지금 미질이야 윤델랍샤 년가 잡시다 아니 고 가르잖아 윤대사디 고 녀리야 지 세세티조 장내 아니 디 지 소설 비트 펜도에 버르지다 세세 장내 아니 디 가르다지 소수 미지나노리아 지금 류남 상보를 용하지다 안다는 시지 김산 디기데 뭐 용하 지조리아 신디드야 다들 이제 미지 고르 받아 다들 연구 많았을 때 너무 많았어 근데 중에 바르동에야지 미상부차 지 디돌이야 로스갸다 종다자의 개점주지 엄마 너르기 에시가 주니
가지고 니부를 좀 차대면 좀 손. 직된 돈에 다나 신래. 최소 돈에 제비네야. 얘네 아직 미 삼바상보. 또 남바상게 최소 제비나 거지. 샘선 샘이 좋아 돈하고도 계속 물어봐. 샘이 좋아 돈도 사 마타서야지 직된 여러분이 안에 상주에 되죠. 다 요구하러 지다 안에 삼바상보. 직된 기타 여러분이 샘상차 미신달이야지 가셔야지. 가셔야지.让了面不来就抢不上钱，让的念不来平时就差多没钱，这个几里啊就对吧当咕噜钱，俺这让了多少学费呢？俺这让了这个里啊就，这亏些钱了，但这个说了，但这个的，马他是他的这个缺，俺们讲蒙西说了这都差点意思嘞，俺这里就是俺这缺这点抗击套的一米呢，那。미 상보자데 사데 계속 쉽지 다 차리고 하나 다 얘네 등산 뒤슬이야 미 강가로 다 간다 상보 지사야 되다 계속 다니 그 계속 염도로 차디 이제 뒤수시에 뒤산다 처음에 여러 통한지 남산고 시에 럽저 체 안다 지 럽저 좀 되나치 안저 doctor 저지 가서에 안다나시 professor 이제 민들 라 이제 자서 안에 내가 좀 버리시도 근데 레전드지 고 가르쳐야지 다 대야 조조다 도교를 다 내가 해도 고 남체 안데 내 줘야지 마다베 얘는 시즈 오늘 전에다 도교에 타봐 지 도교에 무슨 문제 하다 오늘 수수 디기를 된 받지 용할래야 또더 그 예배 집에 핑계야만해 이제 디기다 좀 멍시를 지다 고로 봐 이제 개개 매업체 저지스 개 매업체 다 내제고 미즈디 남사 이 멍시 가 매업체 토네 다 감버지 봐서는 멍시 매업체 토네 배 감버지 다 줘야 배 줘봐 개다 줄게 들이 제대로 수시 이제 용되게 없자 다 간다 디기디 간다 지 남바상게 배지고 많은 야 더 있어 나신지 에시아 또지 게 뮤직 만베게 엔더지네 게 이주다 네임자 那么这一次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如何成为一个好人、一个善人哦，这真的不仅是在佛法里面来说，甚至在世间上一般人世间来讲，这真的都是一个基础，而且也不仅是佛法当中，或者我们说在可以说这是从自古以来亚洲的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精髓，就是如何成为一个善人、一个好人。那同时你会看到，在印度也好，在藏地也好，都是很强调的。就是首先一个孩子也好，一个人最开始的教育是什么呢？也就是要告诉他，你要正直。你要诚实，你要尽责，等等很多这些善良的这些观念，这是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才会老师也好，家长也好，才会再进一步教导他各种的文化跟知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教育的过程，如果一开始他的这种善良的品质或者这种基础没有的话，一下子就直接给予灌输他很多的知识的话呢，这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学到了很多知识，反而会错用这些知识哦。那么，一个具备有善心、有道德观的一个人来说，所有他学到的知识，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整个成长教育当中学到的知识，对他来说都是有用的，这会让他的人生更加的有目标，同时他的家庭也会和谐，同时他也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服务整个社会，服务更多的人。所以相对的，如果一个人最开始他的基础这种善的
道德的这种正直、诚实的这些观念基础没有的话呢，那所有后面刚刚说这些责任、帮助、利益、服务这些也都不会存在，甚至反而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主题似乎很容易哦，但是它真的是一切的这个基础。所以这是从我们说世间法上来讲，那再谈到从佛法上，从一个佛弟子来说，要具备一个善心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在佛法当中谈到说，我们要转我们的念，常常说要修心，这是佛法的精髓。那所谓的修心的修持，至少你最至少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观、具备善心的这样的一个好人。那譬如说，你至少就是你会很关爱可能不如你的人，或者对于跟你差不多地位的人呢，你是没有嫉妒心。你也更加的甚至赞叹对方，同时对于在高位的人，比你地位高的人呢，你也具备恭敬心等等，所以这也都是一个有善心的一个好人他具备的一些特质哦。所以对于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来说，这个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一次这个主题，它真的是无论你是出世间或者是在世间法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有时候一看到这个主题，尤其现代人一看到说怎么主题是教我们要怎么做一个好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就觉得真的太无聊了，这都已经听太多遍了，也会感觉说这样一个主题有用吗？那很多人自然就会觉得那些先不重要，可以跳过。那甚至马上就进入到很多甚深的内容，比如说很多的知识性的东西去学习。就像世界上来讲，可能很多人目标就是我要赶快进到大学，要取得学位，甚至取得一个教授的这样一种头衔，这样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找到好的工作嘛？所以大家的心都是只是为了自我的一种衣食的一种温饱过日子而已。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有许多东西它真的比衣食更重要。当然衣食很重要，但是衣食仅仅是你具备好的工作、好的衣食这一些，它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带来快乐的。那很多人有了这一切，但是他却没有那个基础的准备，也就是善良的品质，这是快乐的根本。他不具备的时候，他会发现，他虽然拥有了这一切，但他却不知道怎么样真正过得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现在很多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没有根、没有基础的这样的一群人，就好像是一栋空洞的、空泛的一栋华夏、一栋漂亮的建筑一样，外观看起来那么的好，但是里面却是空空的，却是空白的。所以虽然这个主题听起来有些无聊，甚至很多人觉得很容易，但是它真的非常重要。无论是对于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来讲，或者是对于一个非佛教徒，对于一般的世间的大众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ran jo ra sa ta nge sam da ju shi ram do ta de ne chen ju sa na ba da nga zu ji mi ri ge mi da ka shwe de be ji ba na world history sa so ta de zu da yin ju sa ne sam sa ji ba na mi ri de da ge ge ji ya no ba na ji quran sue ge pe yun 저 르네 데 야게 첨부에 걸이야 아니 지 미리 신다 다 아니 계급 신다를 배 직전에냐 아니 데솔이야 진주샤 아니 지 가서에 신앙 랑도 죽답체 지 내가 나가서 지 데다 지 멍주다 다 저기 예수다 좀 망무시다도 같아 다 데솔다 인도스탄에 초진의 신고 야게 치 변유 밀디 지 변유의 전에 야게 드로디 오 초진이 오 계산지래라 다 초진이 한테
边缘的这个这个水，我这先就可卡说的，我都投入其他的这个水，可培训了我当时就啥呢？我现在差不多这多。这里就啥呢？他把都第三头水里啊，俺就菜团别给他这菜里，打卡水辣菜当，那咸鱼的菜团不休息来源不你们的。但这个菜的来源就啥呢？老板东啊说，这什么年代当过啊这当，就所说的菜辣菜也不这当，咸鱼也不的，基本的也不这当，可浪上这。啊，培训当下下了，这个，但看他第几个，搞出来的这，辣菜的也不得，咸鱼也不基本没这个，啊，中间的就是30年代当过这当，那这老汉囊都过过，是不是这个他第三就是两位，第，是不是这个他这个咋了差的有什么去，那就变成对人存在成本。这是对，他超市的这个菜里个辣菜拖不再算个充电了，知道吧？但一边的超市的俺咱们了这，现在给我这个，你自己查的样的，这个的还是咱当初这，咸鱼人脸啥的，不牙干抓的，边缘牙干抓的，其他也不来。我当时牙干抓过来的，牙干抓的是过来的。但因为那年的牙干啥的马些光的啊，呢，就蒙西去，我他开始不晓得，这蒙西的嘞，俺就去，俺就米不的，米就啥呢？他米给卡出来，俺就去吃就蒙古修吃的呀的，他这卡出来。这不领的套了呀？这咱们的七九咱们的往过下呀的这，那些从那给，那些这个这现在就是给要么的，但咱们的修车的呀的，咱们的蒙古车的，多少对呢？不10的呢？但存到20多，但的。동일 제야지나 대화 토야로 나 딘데지기 거랑 가르쳐지 답 되었지 시합이 나 딘데지래 디기 거란지 야게 용하지다 동해마 와서 눈지야 가르쳐지 마 용으로 줘야지 나 미유 답 되었 되지래 나 딘데 미유 답 되었들이야 안다 가지고 가르쳐해 탑시 있으나 나 딘데 용하 탑시 디게 토야게 탑시 롬방 탑시 인세대야 다 탑시 망고 싶지 지금 가서다지 장기 면허 어디서 지 배수 당연히사 오늘 전에 디기 토야게 탑시 조고도 민도 다 되게 돼 상당 거야 돼 개좀이입니다 다 간다라야 멍시대 아주 제하되다 미수수 배랑 아주 주신다 잡아서 있는 지 자배에 잡아도 주체 아니 미개 주인은 미개 잡아도 주체 다 로디가 아래 딱 어디 잡아도 미개 개발을 해야 하네 다 얘는 초진 시는 잡으면 이제 개발시다 해야 말이다 멍시 미这个大西港个产线比呢다 아주 지 잡아 있네 다 미개 있네 다 간다지 디기 야예요 안 동해 진요자는이제 죄는시대요. 다 되래. 다 뒤수 셋이네. 어디 개가 타버지다는데. 리그 쳐가 알아. 자, 계속 잡아지 이제 콜이야지. 아주 이제 디기 되는 체제 내가 체네. 안 디기 뭐도 제 동해 체로 친도나. 잡아 있네다고 자체해서 개미도. 드린 주사네. 조조데 说是现在的，俺没这个人性给打开出来，这里大点开始年纪给了，人的什么呢 ？aspiration 啥看噻？大汉是大的就把老小他喂。
他这里学的不的解密，把它开，这解密就来了，开什么啥也不着，上个多。有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说，人类过去的历史哦，尤其是人类过去的这些战争的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都是某个国家，它的科技也好，它的整个经济、它的文化都达到一个发展一个程度之后，那么它开始不满足了，它开始就向外去侵略、去占领别人的国家，或者伤害其他的种族等等哦，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从过去历史上来看到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的进步或者它的经济的发达，这个是一个值得赞叹的事情，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它没有基础的这些道德观的时候，那么这些各种的进步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加的可怕它反而会带来很多的灾难。所以回到我们现代，看看我们现代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环境，那尤其真的是一个科技各种的技术真的是非常的进步的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真的我们更需要静下来、谨慎下来，好好的向内心去探讨、去修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手中可以说都握着有各种科技、有各种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应该随便的去使用它，或者说就任意的、轻易的去使用它，那样子反而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应该是要向内心，然后好好谨慎的面对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要不然的情况，就好像现在你看，核子弹好了，那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科技的一种突破，也是一个成就，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惧的一种东西，或者带来灾难的一种东西。所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经济文化要进步，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当我们都在一股脑的要进步的同时，我们应该看看自己的基础够不够。尤其我们说身为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谓的人类真的是做的事情可多了。那么无论说工作上买卖也好，经商也好，科技也好，你知道能够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以说是各行各业。但是有时候你把它整个总结起来说，为什么我们人类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其实只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为了离开痛苦，再来就是为了要得到快乐。所以可以总结来说，这就是一个最简单我们生存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离苦跟得乐。所以相应的而生的各种的所谓的可以帮助我们离苦的方法也就层出不穷，也就非常非常多，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的各种的这些方法。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些各种所谓可以帮助你离苦得乐，帮助你可能得到更加快乐的各种这些方法的时候，你都应该静下来想一想，这个方法对我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真的能够为我带来真实的快乐呢？我们都应该想一想的。所以基础是很重要的，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举例来说，像我自己或者在座有很多是出家众，那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一种行为，同样也有很多在家的法友。身为一个在家人，也应该有在家人的一些行为那可以看到一些生活方式也好，我们的行为来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我们都身为人，我们都是一个生命，我们离苦得乐的这样一个基础跟一个目标却是一样的。所以真的从这样一个离苦得乐的目标来说，谁只要能够做到，我们真的这才叫做胜利这个才叫做你战胜了什么，这才叫做得到了胜利。
那不然只是执着一些外在的行为，甚至说出家了，但是你却不懂得抓到真正修持的方法的时候，那反而让你得到更多的痛苦。那么或许这个方法就不是这个人应该具备的方法等等。所以总之，希望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善的本质，人性本善的这样一个本质，我们都应该要永远记得。对呢，当然今天就录剧的这些呢，中国说的这录剧说的这，罗马剧的这类的，罗马剧什么的，中文他们说还说他的，他们剧什么的，他的老百姓们的，他的录剧大大的这些什么，这在讲上的宣言有几的。的宣言原来养个录剧的线嘛，些的，但这里就儿的，些呢嘛是的，这新个弄到这些下去，这养个的变成了区别那是，变成需要的，怎么嘛是你别搞了呀？那这就是啥呢？的，因此的，咱们怎么办？嘛叫了。inci de jame ma ge du sane ane mami ni jame gi mami ji dang ene karsa di inci mami ji kuni la lo yu ji 那在这里呢，要讲一个故事。那可能在座的有的人呢，已经听到已经听过的。那希望透过这个故事，它是一个例子哦。那这是有关于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生在一个当时你知道英国跟德国互相在战争嘛，这是发生在一个英国兵跟一个德国兵的身上，一个英国人跟德国人的身上的故事。World War, and there was fighting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Germans. 第一个了呀，毛米的你的可能就是真，他的我那这俺的中线给的就草原到好休息，但俺的些些兄弟，这马车接着，但免得给。免得给别丢车上做，但就是啥，人家古兰尼帕就这个自来钱，但自来钱呢，那过了呀，他说这边就这钱呢，别搞来修卡，他说自来钱别搞来好大圈，古兰尼他说他这绿贝贝送入塞去打别个，送入塞着去就是啥呢，人家搞啥的，应急蒙米会。路口那边就修着打着，呢，个还说的，的这边给蒙面的过来啊，不直接坐下，直接坐下来是。那这个还是路都修的还是呢，过两年的，也的确是说的，见面去不去？见面什么了？见面是，过两3大去不去？他的上大的嘞，不有事了，他不的不应的不会喊我嘛，解决吧。他的嘞就是什么天王了吧他的嘞就是过了南上边，这个看到这，他不得这边旅送噻，他下面的没外收钱，旅送用水咋吧？他的这些过边路的树来啊的，看来是那过两的几月份咱那个，he want to live somewhere。然后双波电的学全部穷着，那个呗，这做下来。这做下就是啥呢？那这个直接做，直接做啥？他国家来哈啥了？他国的这就是啥？这里这个下面的毛米的，俺可以去看介绍，这样被介绍下的，这呢，他们的可以那个，可能他洗个哪的，也就是啥？俺可能个不给那的，那80多。
다들 가서 고랑기 산다디 봐. 양 고랑 산다디 인지 몸이 되나시 보기야 옆체. 다 보다 보면 하고 뭐. 다들 와서 고시가 라디. 다그 인지기 몸이 고 아니 고다 가서다 심규태. 타고디 그여치리야 손다 지슈제 자자만 다 고시로시. 리두산 아니 그 시가 라디래 그 아는 게 산다디 수디 yes asadi telea ane chorangdi asa paji dimbe de par de te sharo chi sa la be ina ji imbe ta si ta par de te sharo chi isla ane ko te shi so de jamin ki mami ko ta de ne inji mami ko da koran de ma de tab ma tab se du sa ne koran ga ta village somar da town somar de telea ba lo de san town telea ane Germany ki mami namne ma udung po ne ane ku town tor ma ga nam ju tor che en korang ki gemen da korang amada sangmalo se sisar se sar ta de ko jema jamel ya pachi korasan Germany ki mami di nang la de di gemen tuwa chi ta ko ye gang ye mang bo ge ne 안 타마들이 안 저메 먹미티 가르사디 나한테 녀버스 아니 아니데 지게멘티 체나 안 고라니 지니 주다버 저버 다 제마 냠도 시도 사람 고잠 인지 먹미티 잠메기 디게멘 냠도 데 다 제마 걸리 걸리 친도 사네 고 인지 먹미티다 고란 뜻이 야르바 뭐네 전에 교랑 초가스 게 가이 다그 루주디 차상시 다 들리 주제 저다 얘들도 루주시가 좀 생각하잖아. 다 지금 뭐도 전에 쉬우쉬우 지금 생긴 교디 가라데 다마다마다 아주 지 빈순 지고를 저 받아. 봐줘 되래. 어디도 좋아요 하래. 다나 소소기 지 가서 남미다 빈지들을 잡아요 하래. 소소래요 하래. 지고르지. 나 뒤삼으로지 막어르지. 봐줘 되지. 다 봐지지. 미테야 뭐지 다고 되지 세 뚝 되지 시고 봐 근데 되게 가라서 아주 미기 시제기 상물데 아주 마당치 아 미 뭐지 봐 지금 장거 류래 빼라는 시나 내가 맞지 사서다 근데 지 가다 미지 상물을 지어 봐다 미 당당하지 미 셈나도 내가 되지 상당당을 지어 봐 근데 내가 상마다 다고 지 가서에 다도 스토디가 오르베 근데 산들에 치미나 안다지 되자시는 디모서 와도 송선한 다도 간다 도스 조연도 산 년가 삽시다요 알았어 아니 미지 답변은 점이 마신 입에 걸리나 디 주시 미리베 사망고 세버 디즈지 그 민도 와데 미 임베지 텔레야 지조를 게 마셔시 다 디즈 네즈디즈베 아주 점링 니토를 준비 내주지 마. 근데 내가 아주 저 삼당 거에 개심시라. 아주 미세하디 삼로 마통을 제제 랑오랑 마셔야 되나? 아니 년가 잡아도 돼요. 시나 잡아도 돼요. 아주 지 하고 봐야 돼. 개좀 만들었어.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刚刚谈到。马传统的就让名字去送啊。我说，如果我讲太长，你就把它缩短。从大了吧，从让给用之前，也用之前。所以这是讲到说这两个军人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个英国兵跟一个德国兵他们都碰到了，然后就打起来，最后他们的子弹用尽了，就两个人扭在一起就开始打那么但是一直打到最后两个人体力都用尽了，然后真是遍体鳞伤了。但是呢就看那个英国兵突然呢不知道哪来的一种力量，然后就冲起来，然后就拿了一把刀就把刺到了那个德国人，然后呢就把那个德国兵杀了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个英国兵他当时有这么大的一种力量呢？就是因为他当时他突然想到了谁呢？他想到了他的太太，而且他太太正怀孕着，那他不知道他太太的孩子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他突然就想到了他的太太，还有将要出生的孩子。他说：“我为了他们，我要活下去。”所以他突然这么一念，他这种力量就来了，所以他就一刀就把那个德国兵就刺死了。那么，那个德国兵呢也被刺了之后，他快死之前，他怎么呢？他就从他的衣服口袋里面也拿出了一张照片。那这个照片是谁呢？也是他的太太，而他这个太太呢也是怀孕了。而这个德国兵他也不知道这个他太太，他将来的这个孩子会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也不知道。那总之，这个英国兵看到了这一幕呢，他也很感动，他就跑到了这个德国兵身边。那当然他也没办法做什么了，因为这个受伤太严重了。那总之后来德国兵好像把这个照片也给了这个英国兵，就说交代他一些事情。但之后战争结束了，但这个英国兵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他住的那个城呢，也被德国的军队攻占，包括那个炸弹都已经城都毁了，而且他的妈妈、他的怀孕的太太也都被炸死了，所以这个英国兵他也很难过。但他想到了那个德国兵的时候，所以他就总之找到各种方法，他就真的到了德国，而且呢，就找到了被他杀死那个德国兵的他的太太。那么，其实这两个兵，你看他的背景其实是一样的，都有一个怀孕的太太啊。那么，所以后来呢，这个故事是说，后来这个英国兵他就跟被他杀死那个德国兵的太太呢，两个人就住在一起了，就生活在一起了。总之到最后，这个英国兵他也终于跟这个德国太太说，当时你的先生呢是被我杀死的等等。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房说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看战争，尤其你看到战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痛苦，那么的努力，然后那么的痛苦，那么的辛苦。但其实真正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就好像这两个兵，那其实都想要有好的家庭，然后都想要离苦得乐等等。但当你身在那样一个环境，你在战争那样一个场合那样一个当下的时候，你不会想到说对方是跟你一样是有太太有家庭，然后希望得到快乐离开痛苦，我们都忘了那个。我们甚至会以为说对方他根本不是个人，他是要被杀的这样一个很坏的对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忘失了我们本质的这样的一种善的一个本质。所以其实每个人善的本质是什么呢？也就是其实一个正常人，一个健康人，他都有一种同理心，他都能够感同身受，他也都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知道别人的痛苦的。那其实这是让一个正常人、一个健康人都具备的本质。但是如果你忘失了这样一个善的本质，换句话说，可能你说因为你烦恼至盛，贪嗔痴三毒太强烈，那真的这会造成的这个情况真的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你看到在刚刚谈到这样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这是发生在什么？就是发生在我们人类的身上的，这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地球，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如果身为人，但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过去造作的这一些不好的这一些愚蠢的事情的话，那么将来只会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真的要从这些历史当中吸取教训的。다 미상부 참에서 내가디 가와도 되도사나 다까지 망보지 시에네 다 간다 지 집에랑 된체 박배 신 된체서 그때 저어버데 투데가 맨로 집에서 수익이 어디서
那就让个对大了去上当，就就基本的就要不的就个月上不了钱钱，但是呢对大多多就说东野马当的，真的是用力多啊。拍不现段钱是多少呢？拍不是那他拍是吧？大家点了那么多这个干什么？拍不的，大家看到拍不。但爸爸现在这有当不的说，那现段钱，可多怕点比呢。我果然就3万当去，果然对他就上了3万当去。没现在更加别讲说去多少钱，就得果然对他的去他，俺那就俺那就不是了呗，多的钱比呢，果然说去地头里啊，果然没得去，要了打的呢。他把可多点比呢，就过去。全面定义是不是？那你懂的。他因为呢做大体来想，就我呢就没上不下的，钱嘛就钱嘛些下的，跑去这个，我就所属的，几乎脱离啊就上当那边呢，没上不其他想的，刚来好不起来意思了，就所属几笔就多个，那就所属几笔就搞出来。钱都上当边呢，那怕是就，俺那几部的错都就个是人都身上了，伢那就俺那几部错都上不了，但是就上面用是了吧？不然俺就搞啥的，让对一些啥了不？俺那也啥的就说几部上当的啥，那我你说的是用的要了吧？就是说就看了呀嘛对吧？看了呀让嘛对吧？啊就说几部是这Central of Universe 是什么呢？就手多的是 Central of Universe， 对那些我说明的，这个多几多几里啊，看了呀嘛对吧？这，他说，就别说是，那就上头交了俺说，俺可散了去，俺让这散了去。当我那前面呢，那这，他。没上不啥的，没去推你啥的，这2个月比呢，上不当时的，他不是钱嘛都没别说去，但没现在的钱可怕过了去，就上不当用的啥，那就不没嘛，现在身边他们这个，你注定的嘞，就都是钱用的啥，那现在这个没是啥就，我出来了这当，那这人堂就所属人堂先出来了去，大概呢。就没啥这个错对不对？他说，他看他 how difficult 什么的，他这 difficult 啥面都他看他，然后当然就是年高啊，他看这也没啥的，说基本上上当出来没有，这他看他没上不抢嘛这啥的，没现段了呀，上不可是当多么多。第一个就你注意个是，但现段钱是你们这那现段钱啥的，这个南上现段钱是南上就没现在这里啊，萝卜钱干这个啊说，没现在这里啊这个啊说，就没现在这里啊卡数为了钱啊说，你这是个有什么的？现段上当生上眼了呀，就说是让的，那现不如的，这把的说，这把看这多啊，让这个就错对不对？军生看了点呢，错对不对多啊？真正来说不得，这个这个，他说，长路里啊就这样，大当然送钱，那上当兵呢？那现在就没事，你不都现在的干嘛好起来了？还是这是意思的。所以，如何成为一个善人的根本呢？到底是什么呢？正好一句话说，一个圣者，他总是为他；一个凡人，他总是为自己。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就一般的我们说世间的人，一个凡人，他总是忙碌于自己的衣食、自己的生活，但是真正的一个圣人。一个善人，他为的是谁？他为的是其他人。
那当然一提到说这样一个圣者为他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人他就完全不管自己了，然后也不管自己的苦乐，只想着别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善人的时候，无论是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善人，或者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善人，其实如果你总是还想着自己的话，那你很难成为一个善人。那么就是意思，什么叫总是想着自己，就是你心中的自我太强烈，自我感觉太强，然后总是只想着自己的好处、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很自我中心，然后甚至觉得全世界都是只有自己，然后一种我慢，一种傲慢。这样的人，也就是他总觉得自己和别人之间的隔阂是非常的大的。那这样是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这里所谓的善人所以我们说成为一个善人，或者说我们要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那么我在想，法王说他自己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多想想别人，你多去想想周遭的这些生命，周遭的别人的他们的情况是什么，你才会真正了解什么是生命，你也才会真正珍惜生命，那么你的人生才会真正是有意义的。那么所以真正什么叫做善人呢？就是在于说你能不能够放下你自己，试着去想着别人，试着去利益别人。那这里就谈到一个词叫做利他，帮助别人。很多人一听到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那我要成为一个好人，我就要马上帮助别人，好像马上就要跑去做些什么事情，马上给人一些什么东西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其实当你想要成为一个善人好人的时候，你应该首先想一想什么呢？就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同时也要想一想我是为什么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有那么多的外在的因缘条件，我是不是都没有去关心过，没有去想过。透过这样子你放大你的心，也就是说你真正具备一种开阔的平等的心，去思维自己跟他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那具备这样的一种平等的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All of us. 제장 나간다 저 미스 뒤인데 버체사디 인지미지 가지고 가르에 참자 쉽지게 다 가르에 다 담담 증진 싸움을 다지 미즈 튜니 데버체스도 미비아 저 가르에 저 차고로지 엔다나지 미 가르에 고버로지 제사디 버지 말에 간다 아주지 삼바디 다당 아주지 삼바 고버서는 단도 삼바 마치 시신년 바로지다 내지 충분한 리베지 가서에 저 삼동시에 바로지다 바지 용거로 봐 다들 인도스나 뭐 무시 다시 하스기면도 주주 주어도 시야로스 주주 주어봐도 시에도면도 가라하샤야샤 데버스 게임도 가나 수부 데버스 게임도 제자다 드린 더가 삼샤 아니 선이도 가르시하고도 되게 지구래所以呢，我们说要有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人生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就会感觉好像，那我是不是要变得很拘谨，好像什么都要小心翼翼的，并不是这样的。真的，什么叫做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唯有当你在那种烦躁或者散乱的心平静下来之后，那么你就会稍微知道说，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生啊？所以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真的很重要的。虽然说计划是要讲到6点，但是呢，比方说，今天还是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所以呢，就讲不到6点了。那明天再看看，继续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今天就讲到这里。This is much I can share with you, and also I think thoughts that I can share with you tomorrow. Dāni dīni cīpī gyurmā tāi jīvā shīngi paramā chīpāru Tēru gīni nāndi shādung shūndi gī dāgi mūlāi dāpāndi Choju sanje jansi tamji ye Kemin ju barai jingi lando zo Teya tai penzai jiye Awan boda na ye so Chodu yawa Se je gong cong ni zo lai je ye rang Da ge du sun ge sa bai gong jo sum lai che bai bo Ya ve den bai pe gyuru je ge wa sim je kun lai ngo Chogwe sanje to gyuru je ge za tamji Da gen gyu lai min gyuru je je nye dani so zoi de Tsere ne me nyam do be Tsedre sa ju nu gyuru je Nam je zebe gyuru ma tai de wa jen do ge gyuru je Ge ne pe me ka che de lu den de lai san je sho Chang ju do ne je je do zhu ve zhu wa chen barai ju so na de ye tai je se bai ni to ne nye be ta na bai je ne je ga na che ba lai chu ba yi se be to le zhuo ba  ba 哎呦。 Thank you.